后比你这孙大大细细平安顺遂，拢会当互恁大趁钱有啊！期待趁钱，互恁今日咧趁水有啊！比如这伫咧背，互恁学田搁学建地，安尼好无？互你田地、厝地，像咧千千万万甲。顶学甲万甲，下互你学甲大甲，每工拢笑哈哈，安尼好无？好无？有啊！安尼好无？有啊！阳魂在胸。对细汉的时阵，我读尤其那大班的时阵啊，可能家己有天分啦，嘛有一半兴趣。咱想讲好伫好啊，无来对爸爸出门啊咧。就伫咧做完课中，就先去学拍只锣啊，一个拍就真紧就就手啊。爸爸忽然间讲，奇怪，我若毋捌甲你教即个物件，哪会忽然间你会晓顶迄个节奏安尼，有法度安尼对着安尼。就尾咱才知影讲，可能就。较早阮即下呢，老一个阿公阿嬷迄个，就讲可能你咧出世要来食福州饭的安尼。我一直到国校2年3年的时阵，我规场做赛讲我都会晓拍，所以我算学的不哩紧啦，就有兴趣，就做较紧啦。哥哥伊较天资型嘛，伊就较早就听音乐，伊就晓拍。我差不多为国小毕业，对出门开始学。变做你开始要学的时阵，爸爸开始会压，慢慢学到一个程度了后吼，真正要踏入这个工课，就要开始无共款的迄个学法。咱学师傅讲的物件，你一定要拄囡仔开始学到底，到高中毕业，因为咱已经学到了后一个程度啊啦，咱有法度出门共赚到咱的一个基本的卡小钱。过咱就感觉，这是咱后摆一个工课啊，咱就决定讲归心做这。尾啊，我甲阮大哥舅开始外口加减啊，共做卡销啊，有人吸收每个风俗啦，有人台北的师讲，咱各位的同行，因有好的所在，咱甲捡起来，摕转来咱家己较久三伯仔做去做一个较家己的一个做法安尼。情况就你较久啊，边较平就是啦，较过平就是。哦。有讲。社工有较过技术啦。无错。过来。贵新是707年。
较早因为做咱即种传统的足济啦，庄脚大家拢是基本做传统的，较早拢是每个家族因有家己的大家长，大家长负责发落咱即种好歹事啊。所以较早咱每庄咱家己的大家长拢会甲咱即种咱家己做事的人，咱爱甲大家长遮的加减拢有一寡接触啦，人因拄着好歹事，家己找咱。咱即种学生工，伫厝你就要先学到一个基本。一来，爸爸伊较重视这个做事的部分，一周台起来做，就是要对付祖对亡者。咱即种无骨从头来的啦，所以咱一定要有一定的专业性，你才会使就台起来做。伫咱台湾有分两种，一种就是即个红头的西公，甲阮色教的西公。讲西公这是较笼统的讲法啦。阮即种的叫做经炉，就是人过身去送家就请一个道士的上经，甲亡者超度安尼。做阮即种色教的，要有一个科仪性。比如讲一个人过身去你爱先请神嘛，你爱禀报甲官文送去讲，比如讲亡者今仔甲第一殿，甲真光明王者，你甲官文送去遐今仔伊报应的囝儿孙是啥物人？因兜住来搭禀报好了，请神来做证明，你爱甲开坟路才引亡者魂转来，引转来了后，再开始上经拜忏回向亡者。这等等才有一寡过桥走写马啦，开讲社员啦，等等有这个科仪的物件，才做亡者。我个市中叫做亡者真仙，显必贵名。心好马走四圣文，在世之时生男育女，别世当家离去了后，对西地甲血盆之中，亡者不能挑手之路，小情我荒谬不错之命。我这个市中救他偌大人脱了地甲血盆之后，又何不好？三步当前这边去，另这边去了停啊！像咱做传统科仪来讲，查甫甲查某做的科仪无共款。你像咱漳州人拄着查甫着地道，就是爱拍地架；查某人就一定爱拍血盆。你若拄着咱台北泉州人的部分，因的人就是一定爱走下马。漳州甲泉州的人无共款，而且查甫做的科仪，咱这边有分。上天，天论在生之时，可比明目康道，高自如何？危险之年，大王不再投球。三位女啊，三位三万不离了。罗汉的小将打口难忘，修了西门小将刚上去好了。现在这么放门未使开啦。有罪之人，无
无做之人，为何东南西门拢开，偏偏你这北门来个开咧？自古所说，北方上水水茫茫，遥看两岸难地啊，你咯。阳光电线飞满开啊！长江铁树两面白，金雕难问说，人家分明啊！我来啊！开个窗，开门关个拍开了无头小将，叫你打开中门，我的管道如何啊？已经打开了。望你7点路途前去，我来去收人咯。客啊手啊电话，送西村嘞。爸爸妈妈呀家啦，我哪里懂嘞？讲哎呀你啊本啥也不安我着嘞。哎呀，茶杯不会啊，太阳你懂嘞，我也也同啊。所以你先带那个过来，我讲好，我讲没有，安哥叫你。在一起耶，小侄女会来一起。我知道。哦。我以为等来啦，你啲老话系啦。你那个过人对我确定的。我你再来退过，再退过，再退过。刚才讲说我们直接过去先话嘛，先过安尼你然后你把啊，哥你本来你较正式的吼。我我刷呀，你个贵数的其实拢无一样。哦。贵数的数学你猜钱啊？哎。是啊。好点，你做贵数，今日你家己看尔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沙头对对。环方面来无。人来的物件吼，就是吼，我会记得对国华开始，拄开始翕相吼，有一天过当工咧，毋捌安尼当过，规身躯酸痛。过来我甲爸讲，哇，我学啊，学足艰苦的安尼。啊尾啊，愈大汉咱看爸爸即辛苦安尼，啊咱家己较少年，即个功夫若无学起来，甲溜掉，嘛是足拍算去。伊伫国华毕业上国中啊，迄当阵答会佫较早，啊再慢慢开始一项开始学安尼。上困难来讲吼，就是爸爸较早伊嘛是人老师，啊变咱囡仔看，感觉嘛趣味啊，嘛有兴趣，啊拄好甲大哥有伴。阮较早读册转的，就是先去练功，啊练甲好了，妈妈来喊食饭，咱搁转去食饭，食饱出来就搁做啊。嘿，咱就直接顾甲哥哥，人老的物件爱有伴啦，你无伴你学袂调，对，因为咱家己一个你生久来嘛枯燥乏味啊。嘿，对啊，所以甲哥哥两个有伴，互相激励，互相精进安尼。
一般来讲，咱这种传统的工课啊，刀具一定拢爱家己人老的人落去做，才会下你的手势。每个人你的重量啊，甲你的手的迄个力，有当时啊，这个加一挂减一挂，迄个拉盘你拍落袂顺啊。而且你要人这个物件嘛，是拢爱下你的身段，下你的手势，你人起来才会顺啊。比如讲你今仔说，无同款师傅，伊的物件较重一挂，人就感觉差去啊。对，所以你要较精致人老的物件，就用这个物件。那你不能做，他会碰到文雄不能拜声，咱啊18路汉，那播做书啊不来讲明白了吼。那个啊，天晴晴不来地灵灵，要先来播做书不来讲明吼。加油！好，这就是拿播做书哦，有。一火天青，一火地灵，烧火不见了招桥声儿，后大家村看几天的看书友。大半一打东风大雨雾，后大家村帮帮来收天龙。好。山南风行电火，破开家孙帮帮不了趁机会哦。谢谢哦，你好，你倒卡甲倒面会出皮凉的哦，来，一拍手，好。哦，哎，不简单了，够生气，哦，都把开下来。我都给看来嘿，那好呀，我都会老有力啊嘞。哎，卖创啊你红惊啦！哟，你莫较细气者。我咧听拢无你惊。啊，伊会惊的哦，吼，较细哟，哟，一拍手，好，哦。这种真功夫啦，这种真功夫的哦，无你那，无你那。哎呦，较顺意咧，较顺意咧。拍手，好。哎呦，我变哦。你跳哦！哦，跳高哦！哦！哎，赞！都人家无会哦。手肘碰膝盖算一下，25下，预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手，你的手，你的手。8、9、用力起来，轻轻放下。固定的时阵，我嘛是撑杆跳的选手。教练嘛有带我去比国际赛，伫个咱南投草屯有一个国际赛。
然后我有破一下大会纪录安尼，摕第3名。阮囝嘛是田径队，然后就想讲啊，做阮这种导师吼，做阮这种导师的膝头就是安尼，有当时啊时间无法度一直去安排，所以讲忙的时阵就规身拢足无用的啊。有当时啊，阮囝等下厝甲我讲，爸爸，我今仔日敢若跳落敢若足食力咧，还是讲伊感觉讲练起来敢若足无信心啊，所以我就拄啊好今仔日有闲来遮，带阮囝甲指导一下安尼。啊，毋敢讲伊会使得名还是安怎，加减我家指导，互伊有较有信心啊。比赛起来伊嘛会感觉讲较趣味安尼。有人教。哥哥，你会吗？哥哥。啊。一般啊，就是你的手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这边与肩同宽，你来学一下好了。不然我看你刚才整个屁股那么高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起来的时候，刚起跑的时候，身体不要一下子就起来了，就是好45角度，然后砰出去。我看真的有一点难，那你就画上次你画的那个。拿下去对不对？这个力量比较大。拿下去，拿下去，拖。看那个字，到了对不对？啊，要不记了，修的。爸爸不是有给你一个那个？我现在会打锣、打鼓、吹唢呐，我比他少学一个。他其实那个唢呐算是自己学，就是自己，他其实没有看过那谱，也没有学过，他算是自己会的，超厉害。风西霞是吧？王思成。第7站顶，花香车后为梦魂沙条声，庙殿顶顶中央，中央铃声声是我有数步声声弯弯弯弯转，破山破山。安倍宜兰一步一步亲，路一步一步跟，神下沙上天拜上天天都，让我情绪情心意，包括我万岁小魔主天龙天神救十位安，破家那一杀破哩破哩破哩，叫我的哆罗哩的哩哦啦的哩哩的破家的神人人的破的杀破。
啊所以行啊，看你这个风啊，就来风啊，你也风啊，看你这个风啊，你是我哦，要线望着你这路上行啊，你路上过路，看你这个风啊，你就行过，我迄个山是啊。来，请啊，播主出来讲明白哦，来。较早资讯无遐发达的时阵，大家无法度去了解到咱即种行业。即网络的时代，电脑有一寡工具是伊会经过网络来甲咱问，啊有一寡是亲戚朋友要甲咱介绍。哦，你讲啊，我甲你介绍咱去考加班哦，人会晓人老会晓高龄厝啊。哦，啊你讲啊你无你看哦，你手机摕出来互伊看，伊就知讲哦，咱是做啥物，啊咱的部分伫打网络，所以直播的伊会有一个效果伫遮下。有只个家伙行，来给看起来。安尼行啊！来，快走！好。南无是无上祖前无情行的南无为佛。南无三千哦，南无微笑哦，南无毛利哦，南无吉流顺哦，南无吉呀哦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十方三菩萨。奇妙殊坚妙，一切诸佛一心奉持啊！南无文殊。伫个古早时代，药参上主要用的是药参，其实较早讲可能食药啊，吼，迄种过身的人，还是讲就是毒品啊，吼，伊较有做药参。啊，即马变做医生啦，伊就感觉讲啊，咱人破病，啊药啊食济，咱就做药参，嘛是会使。啊，请咱药师落来了，较早伫咱伫机能顶头开一寡较好的药味。啊，较早拢是无西药嘛，较早拢有一寡中药，所以咱即马就用一寡中药的名，甲伊搭在机能顶头。敢你讲开较好的药味来，请药师啊，咱来甲抓一药啊，甲问者治病的意思安尼。好，拜好的哈，咱后边对白哈。烧油厂，烧油厂的。想
个写一个碗公，出去阿嬷有啥物做拢总空啊！阿嬷辛苦的这条拢总敌咯，吼吼！起来啊，吼吼！那伫咧走药厂吼，这是科技上的一个做法啦。为什么安尼走的意思吼？就是因为咱讲尤其若咧行的时阵，代表敢若讲带这个家属就要走一个意思，这样吼，尤其会行较强一下安尼，会当赶紧互亡者脱离这个病痛啊，会当互赶紧病体康复啊。因为阿嬷吼比较较寿终正寝安尼吼，啊福寿全贵啊。大家拢感觉讲啊，阿嬷这落好过新年了吼，100岁年老转起来了，哎，就讲啊，会使走较远一个，会使走较远一下安尼。哎，中间的小姐，后面的小姐，你都欧一圈了，你都欧一圈了啊！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哦，在这个时阵，要来天下有王啊！时到请咱的药师在此时间要来个设一个药果，互咱的阿嬷出去百病消好，袂艰苦了。药师的这一来到西天救佛做了啊！哇！药果来个小大大的，咱的教师出去较长1点的啦。阮妈妈吼，甲交代，我有3兄弟，走掉2个去，剩我。伊讲一定伊也迄落吼，爱一办一较风光者，也毋好讲像阮小弟连西讲都无做，安尼提出门。也迄个拄阮小弟做对年啦，也伊过来我这边靠，伊讲遐尔简单啦，也毋是无钱，安尼就处理掉。阮老母有甲我讲，伊也迄落吼过往吼，你说你爱照顾你一半钱，伊家己有开伊的开利源啦，安尼啦。我就照这个方式，安尼就处理。因为这个科甲班吼，伊在这个大园地区哦，我家己设有这个庄作哦，真大庄哦。每一厝有这个商的代志哦，拢我哩出面啦。我拢叫因做，因为因是非常的照顾来。因的因用阮婆婆有交代，在生有甲阮交代，伊讲伊要照顾查咧，要做西公。因为阮是大汉新妇，伊敢若剩阮先生一个囝尔，我就照伊的意思啦，伙仔人我就照伊的意思来做。阮的苦甲班是阮先生足早就捌伊啊，甲伊相捌，所以讲阮的宗亲若创啥，阮拢叫阮苦甲班的。所以讲伊即个苦甲班即摆无人对伊会着。伊做甲阮遮大家伫遮看，大家吼拢一支的。今仔会当甲阮婆婆安尼足圆满的送出门，伊应该足欢喜的。我若见跋杯就心杯，所以讲阮囝孙无啥物遗憾啊。三请是亡魂的在红船路上，我不管中的。咱的厝前后壁要甲你引魂转来咯，楼骹楼顶面前要甲你引魂来。
慢慢遗体在边口水里甲你一轮转来，水进来边。主人家请咱来做功德，咱该做的部分一定爱共做好，对咱家己爱有要求。啊，我感觉加小看咱的用心，对佛祖、对亡者，咱家己感觉咱真安慰啊。主人家感觉我开这个钱，我价值，啊，甲咱师傅说多谢，咱家己就一个肯定伫咧啊。阮爸爸真重视这个场的这个喜怒哀乐，该当这个出头会使开玩笑，咱就基本按我点着就好啊。但是喜怒哀乐的部分，该当哭的时阵你就爱哭，该当会使笑的时阵你就笑，爱家己做甲足分明的安尼。像会较开玩笑的部分，就是过金桥的部分，伊就脱你讲白啊，带过桥啦，啊讲一寡笑谈安尼。我是要好的，我的我命是要的，我是好命，我命是要的。拍鼓声，这个桥头爱讲功夫话啊，比如这伫咧背后恁学田歌、学建地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好啦。这毋是讲金刚啊会使来下你啦。啊，纸票嘛无要紧。安尼嘛会使。我分真济，迄金刚啊甲纸票有好话哟。啊，好话我就上介济啊啦哟。啊，第几周啊？第4周。第4周。哎。阮帅哥，你去看，咁样下一把，互你田地、厝地，像咧千千万万甲，顶下甲万甲，下互恁下甲大甲，互恁遮伫咧为事业成功，大家趁钱趁足济，每工拢笑哈哈，安尼好无？阿叔讲一个好诶，带咱妈妈来去天顶骑马走有啊！你若讲着原本啊，咱这囝儿孙啊，出去互你生活快活袂艰苦有啊！拐仔头，阮阿叔摸伊个，阮阿叔甲我摸一个拐仔头，然后伊穿好好生势啊，出去拢好诶前提啊，出去你来代代拢足好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啊，过你摸一个拐仔尾一个，咱若摸一个拐仔尾，后壁咱这囝儿孙出去帮帮地着，你分大家伙安尼有无？实在无。这样啊，我今日要看你，你看卖来。是哟，阮后日要去挂卡桶啊，我挂卡板来哟，挂卡板来哟。后日你慢慢啊行嘿。你免用草的啦。这卡要几个袂好？咚，哎，要拍出来，这卡就是这卡哟。啊，搭正骹就落好啊，换倒骹给夹起来，无啦，人个倒骹啦。我若讲倒骹呗。无啦，倒骹也就是要咱用。哎呀，倒骹，迄倒骹就未知。啊，过来就是人老的部分。较早来讲是查某囝，吼，较早人老是查某囝，啊熬当的人老，咱较早人老会愚人佮愚灵啦。第一人的部分是因为咱较早查某囝是着人无去啊，等下做功德，因为做悲伤的嘛。啊，咱莫讲查某囝规工拢伫咧做悲伤的这个内底，啊，咱就会使甲做一寡较人老的部分，互查某囝暂时甲这个悲伤甲放下，了后有一寡较放松的所在。阮即种诶，佫无法度讲像人迄种戏班诶学生哦，拢有专门诶老师伫调度啊、护垫啊，有法度甲你创甲足好诶。那我甲爸爸学，我拢是伫咧田诶，就学啊，田诶有管家嘛，吼，啊你要学这就是高中下课，啊就去田诶遐，啊对园丁啊好倒落来安尼。
所以咱来甲田的拢先个用个送安尼，播落来嘛较袂晓听安尼。有当时啊，咱敢想讲，我安尼学着足艰苦学的，是毋是囡仔拄开始学的时阵，嘛是爱用食淡薄仔苦吼。当然有当时啊，咱看囡仔学会唔甘安尼啊，咱会想讲后摆嘛较袂一个出去了后，拄到真正困难的物件，你又无法度家己去排解安尼，后摆伊毋再成长。来，第三代嘅派出嚟，好。哎，派出嚟，咱出来红惊一下。转向。派上去呀！接下来，我阿红名的民主给飞嘞呀！快跳，快走！哎，冲来跳啊！我跳到这来，快走好！都别问。第三代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大家平安顺利，大家好，谢谢哈，咱请休困一下哈。中华科教班纪念馆主洪一伦真好奖评，多年来顺风顺到位。轻手儒家研口进来，如今学道有成，顺处良因要来开函报告，咱诸天的身份强作证明，由父亲向孩儿的传授之礼，给时间，请对，请肯定。你要甲手做这一步，迄是伫咱乌头佛教来讲，算是上关级啊。爱有食菜，食到49天一个月，爱有拜师的部分，爱静心啊，甲咱头毛剃掉安尼，算一个足隆重的形式。伫神明3界面前，甲神明禀告，今仔我后事有成啊！爸爸甲咱这囝牵起个普渡台，开始正式大普，后摆咱庙会使去个普渡。今日伫个遮是我人生头一摆要开函普渡，会做这个手作吼，就是庙方的这委员感觉讲哦，可能咱少年的嘛有到这个程度来啊，但唔换互这少年啊好起来啊呢。拄好有迄个机会，就爸爸就想讲啊，这囡仔嘛较有回路，较有一个责任，再伫个佛祖众生界面前，安尼禀报哦，今仔日爸爸什么人要传授予囝什么名，嘛爱获一个称号，后盖有称号了后，家己就会使徛伫一个门户安尼，继续为咱这个神明，为这个好兄弟来甲因服务，这个众生当得到一个安慰安尼。金元上七所界，一起彩粉市流，记号平稳是号，条一个志光环，独山川持秀丽，切爱切定切会，回望回放回念，修来在一面，三世破魂福爱，让路中全心供养，享三宝，彩海万灵，历代祖师一切成就。来，日结四亮，天地开张，此时间要来化灵处化考试，万事结枪，化过来，互咱家眷添丁大进财有哦。家眷咱代代兴有哦。来去较田间万里有哦。来家较田买点地有哦。来
过想完再添食120回有无？咱大进大发有无？好来，咱即马甲叫3声吼，请阿姐阿公阿嬷来带新厝领裤钱哦，吼，咱甲叫来。咿呀咿呀，西呀吼，阿弥陀阿如来，自在通通啊。可能较早咱艰苦，咱厝做艰苦，爸爸因就拢学使，有讲趁甲怎啊，咱工课有一个稳定了后，其实到尾仔来吼，咱就求平安啦。而且咱做这种吼，对这种生死的部分，咱嘛看济啊啦。所以，阮对这个生离死别，咱看较开啦。后摆市场唔知好啊歹，主要就是大家平平安安安尼是咱上期待的安尼。那以即马台中北部起来吼，我70几年厝的即个坎站的哦，算算的无超过30个吧。啊，上主要是无一个固定的薪水，渐渐敢若嘛愈来愈少囡仔有去学即个物件。有即个人拢问讲，阮囝有敢会要搁继续做无？毕竟即个是一个细汉细物件。然后我拢想讲，较加可能嘛无啦。啊，若讲无去嘛袂啦，吼，啊，就是顺其自然啦，行一步算一步啦。